大家好，我係阿馬。我哋今次會去東京同成田旅行，連續咧會出幾條影片，介紹一下東京有咩吃喝玩樂嘅地方。今次主要咧撇除咗一啲第一次去東京要玩嘅大景點，或者一啲咧必去嘅景點之外咧，我哋會介紹一啲可能幫到你又精彩又好玩嘅二次選擇，又會試一下一啲餐廳嘅水準。如果想睇翻一啲東京一定要去嘅大景點，可以留意翻我哋之前嘅東京河口湖系列影片。我哋今次會分地區性去介紹，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嗰區咧有咩玩有咩食，自己可以組合點樣分析你個行程。另外咧，大家成日講嘅成田機場，原來成田站周邊咧有好多嘢玩，有表參道嘅商店街，去到神社、老字號嘅鰻魚飯等等。今次我哋會介紹銀座呢個地區，銀座通常俾人嘅印象就係較為高級，而且係買名牌嘅集中地啊！我哋今次會介紹另外一啲嘢，包括12層高嘅文具鋪、金魚藝術水族博覽館，去到唔係買化妝品嘅 Shiseido， 係買食物手信鋪啊！仲有排隊店、人氣嘅拉麵，帶大家去睇下先。大家睇緊嘅係阿米日常，記得 comment like、subscribe、訂閱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。大家留意，我哋已經開咗 Facebook， 入邊有最新嘅資訊，記得 follow 我哋 Facebook， 仲有 Instagram 啊！我哋首先去到銀座站嘅三越伊勢丹同埋和光百貨本館呢個位置。和光百貨本館咧係銀座嘅地標啊，有好多年嘅歷史。我哋都會將呢個位置咧作為一個中心點，因為咧我哋今次嘅活動範圍會圍繞呢條街去活動嘅。因為銀座喺東京嚟講咧係一個高級嘅購物區啊，沿住呢條街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名牌店，都係大家嚟到買名牌嘅一個好集中嘅地區。而今次除咗名牌之外，我哋就會介紹其他嘢俾大家睇。譬如呢間伊東屋係一間12層高專門賣文具嘅一間鋪嚟㗎，佢嘅門口個 logo 都幾得意，有一個紅色嘅大萬字夾，其中有8層咧都係賣文具，營業時間係由10點至到晚上嘅8點。一入門口嗰層有好多唔同嘅物品。我哋嚟嘅時間咧係近聖誕節㗎，所以有大量嘅聖誕卡。2樓主要係買一啲唔同類型嘅卡，仲有 postcard， 有郵箱你可以即時寄出去都得。3至5樓主要係買一啲較高級嘅筆啊，筆記簿等等。6樓主要係一啲家品。第7至8樓就係一啲顏料，又或者係一啲特色嘅紙。12樓就係餐廳嚟嘅。文具鋪香港都有，但係去到咁大間，而且咁多嘢買，咁多款式咧，就真係要行下。而且你入到嚟咧，點都會買到一啲嘢㗎。跟住會介紹一個金魚藝術水族博覽館，係喺3越百貨嘅新館，記住係新館啊，因為另外有本館嘅。我哋上到去9樓。有自動嘅售票機，每個人咧係2700 yen。之後喺前面嘅地方排隊，我哋會落翻去8樓，就係展館嘅地方，用買咗嘅票入場就得㗎啦。一入去場上邊有唔同嘅圓形魚缸，而魚缸下邊咧有個花紋係好靚㗎。去到另外一個空間，一粒方形立體嘅魚缸下邊咧有啲線圍住佢，而且咧係會識變色㗎。另一面好整齊，用一個柱身上高放咗個方形嘅魚缸，襯咗一啲紅葉又或者樹葉之類。除咗魚缸好靚之外，每一條柱整齊咁樣展示嘅方法都充滿咗藝術感。去到尾有一個巨大嘅魚缸係會變色，而且會流啲水落去下一層嘅魚缸入邊。之後仲有好多嘅展區，係有超過10個以上嘅展區㗎。入邊用唔同嘅方式咧去展示金魚嘅形態，而且咧真係好多唔同款式嘅金魚，好似較少見到同類型嘅金魚展覽啊！而且呢度咧去裝住金魚嘅形式都好值得打卡，係充滿藝術感，真係幾靚㗎！睇完成個展覽之後，仲有一個手信禮品鋪，可以俾你買下手信紀念品咁樣。之後我哋就去翻3越後邊嘅一條橫街去食拉麵。
去到嘅時候咧係需要排隊㗎，但都好快嘅啫，大約15分鐘內咧就可以入去㗎啦。佢主要係食煎麵㗎，亦都有湯麵，唔同叉燒份量嘅選擇，同埋有冇加蛋嘅分別。最平嘅煎麵咧係1120 yen， 最平嘅湯麵係1050 yen。你亦都可以加其他配菜，又或者飯咁樣。我叫咗一個特濃叉燒加蛋嘅湯拉麵。我同麥太嗰碗嘅分別係麥太嗰個係只係2片，而我嗰個係4片嘅叉燒，溏心蛋係1隻開邊。另外都有啲筍同埋紫菜。試下個麵係有少少似蕎麥麵，係比較幼身嘅麵嚟嘅，而且係幾爽。個湯咧有少少油，而且咧好濃郁嘅，同埋咧都幾結身㗎。叉燒咧係正常嘅質素，整體咧都好夠熱，係唔錯嘅。記住佢有啲辣醬㗎，加少少落去咧係更加惹味，辣少少咧更加好食添啊！食完嘢，我哋就去到 Ginza Six 呢個商場，喺銀座咧係比較大嘅商場㗎，而且咧係有唔同嘅國際品牌喺入邊。如果想買一啲大眾化少少嘅衫褲鞋襪，就喺 Ginza Six 對面咧就有 Uniqlo 啊。呢間 Uniqlo 係最大嘅一間分店嚟㗎，總共有成12層㗎。上高咧買衫真係有排行啊！而最特別仲有 Uniqlo 嘅 cafe 添啊！但係呢間 cafe 咧都係好細嘅啫，主要有啲咖啡又或者蛋糕同埋曲奇餅咁樣。之後行到呢個外牆紅色好靚嘅 Shiseido 鋪，但係呢間鋪咧唔係賣化妝品㗎，係食物手信嘅鋪頭。一入到去就見到呢款 display 得好靚，有 Shiseido logo 嘅鐵盒曲奇啊！有唔同嘅味道同埋顏色，我哋覺得紅色係最靚啊，而且有2層，我哋就買咗呢個係3780 yen， 黑色咧都幾靚幾特別啦，價錢係仲貴啲嘅5616 yen， 仲有藍色同埋米色。另外仲有唔同嘅禮品，譬如一啲餅、朱古力，連酒都有，有啲包裝咧都好靚啊，而且間鋪咧嘅裝修氣氛都好好，好有秋意嘅感覺。雪櫃仲有啲蛋糕賣添啊！銀座真係有好多名牌店啊，但如果想買平啲又買到嘅話，都有另外一個選擇，就係呢間中古店嘅2手名牌手袋。其實就喺大街嗰度見到藍色呢棟 Tiffany， 我哋一轉過嚟呢邊就會見到呢間中古店，叫做 Brand Off。款式都幾多，唔同牌子都有啊，亦都標晒價錢喺度嘅，大家可以參考下呢個價錢。你可以即刻試上身都得。夜晚我哋就去咗東京車站，因為咧11月嘅東京區聖誕嘅裝飾同埋市集咧已經開始有得睇啊！嚟到東京車站，當然要睇下東京站呢個好有歷史嘅紅磚牆外形嘅建築。我哋喺 M1 嘅出口一出到嚟咧，其實已經係見到東京車站。入到車站入邊，上高嘅樓頂咧係一個好有歷史嘅建築啊！我哋喺頭先 M1 嘅出口望過去右手邊一棟大廈，向呢個方向，我哋上到去6樓，有一個展望台㗎，係免費俾你上去。呢度咧可以俯瞰到東京車站嘅景色啊！上到嚟可以望晒一排嘅東京車站，啲黃燈射上去紅磚牆咧係特別靚啊！呢個平台其實亦都係一個空中嘅花園，可以喺度散下步都幾好。其實仲有另外一個觀賞位㗎，喺我哋頭先 M1 嘅出口嘅背面有一棟大廈，上到去呢個位咧就可以正面望到車站㗎啦。之後我哋去到附近一個院之內嘅聖誕市集，就喺頭先嘅 M1 出口嘅背面，又即係東京車站轉過嚟呢邊就會見到棟大廈嘅。我哋過咗呢棟大廈之後，左手邊就係㗎啦。我哋去嘅當日咧係第一日嘅亮燈儀式啊，而佢都有少少嘅市集嘅，賣聖誕飾物又或者係一啲首飾咁樣。好多人咧都喺度等亮燈儀式，亦都有準備氣球。7點鐘咧就準時開燈啊，放氣球上天。
兩旁嘅樹咧全部都係燈飾㗎，都幾有聖誕氣氛。好啦，今日介紹完銀座呢個地區。如果你想買名牌嘅話，銀座真係一個好集中嘅地區啊！但除此之外呢，我哋今條片亦都介紹咗好多嘅名牌以外有趣嘅地方。金魚藝術水族博覽館，我覺得幾值得去㗎。通常只係睇水族館，帶有藝術性金魚嘅展覽呢，真係較少啊！見到入邊呢，影相真係唔錯。Shiseido 嘅手信鋪入邊咧有好多款嘅手信設計，亦都係好靚啊！而且咧係較特別嘅一個手信嚟㗎。而聖誕嘅時候去到東京車站嘅周邊咧，氣氛咧真係好濃厚啊！希望大家中意我呢條片嘅分享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， 記得一定要 subscribe 訂閱，我哋希望得到你嘅支持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。拜拜。